上一集我哋講到關羽敗走麥城，蜀漢痛失荊州，劉備奮起全國之力討伐東吳，結果201戰慘敗，蜀漢百萬精族付之一炬，劉備敗退，白帝城心力交瘁，臨終前託孤於諸葛亮，將年幼嘅劉祉殘破嘅蜀漢同輕復漢室嘅遺願一併交到諸葛亮手上。自此之後，蜀漢進入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時代。劉備、關羽、張飛、法正呢批重要核心相繼離世，蜀漢由開國武功迅速跌入低谷，國土人口、兵力、財力都遠遠唔及曹魏同東吳。但蜀漢並冇就此銷聲匿跡，反而在諸葛亮之後出現咗一位長期支撐蜀漢軍事體，係堅持北伐中原，直到蜀漢滅亡都未曾放棄嘅人物康維。今日呢一集我哋講康維北伐，睇下呢位被後世爭議極大嘅蜀漢大將，如何以一州之力長期挑戰強大曹魏，又如何在蜀漢最後嘅歲月裏成為復興漢室最後嘅火焰。好多人對姜維嘅印象可能嚟自演義裏面九伐中原，覺得佢係一個好戰激進、北伐成豔嘅將領，亦有人覺得佢多次北伐勞民傷財，加速咗蜀漢滅亡。但真實歷史上，姜維北伐唔係單純好大喜功，而係蜀漢國力格局之下嘅必然選擇。蜀漢地處益州，雖然有巴蜀天府之國嘅物資基礎，但幅員冇少，人口有限，人才資源不足，長期偏安只會越嚟越弱。反觀曹魏佔有中原、關中、河北、荊州北部等廣大土地，人口眾多，資源雄厚，人才不斷湧現。如果蜀漢長期休養而唔主動出擊，只會被曹魏慢慢拉開差距，最終被動捱打，坐等滅亡。所以姜維北伐嘅核心邏輯同當年諸葛亮北伐其實有相似之處，以攻為守，主動 outside 曹魏，利用臨西雍涼一帶嘅山區溪地形發揮蜀漢步兵同山地作戰優勢，逐步誤食曹魏西線勝土，時機奪取雍涼，打開北伐中原嘅通道。只不過諸葛亮時期蜀漢仲有一定開國氣勢，國內人才仲算充足，到姜維時期蜀漢已經失去荊州，益州本土士族同東周集團矛盾加深，後繼人才不足，北伐條件其實越來越惡劣。岳偉第一次登上歷史舞台係在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間，當時諸葛亮出兵祁山，冧西各郡響應。岳偉原本係曹魏天水郡嘅基層官員，因為被上司懷疑，又遭到郡中排擠計，最終被迫投奔諸葛亮。諸葛亮見到姜維之後，對佢評價極高，認為佢忠勤時事、思慮周密，敏於軍事，係難得人才。諸維投降蜀漢之後，逐漸得到諸葛亮信任，成為北伐體系中重要嘅青年將領。後嚟諸葛亮5將員病逝，蜀漢北伐暫時停止，軍政大權先後由忠嚴、費祖等人主持。費嘅時期，蜀漢政策相對收射，唔再大規模北伐，重點放在休養生息、穩定內政。但姜維並冇放棄北伐目標，佢多次主張出兵臨西，希望繼續諸葛亮未完成嘅事宜。費哥在世時對姜維北伐一直採取限制態度，每次撥給姜維嘅兵力都唔過萬，令姜維難以大展拳腳。直到費哥去世之後，姜維先至真正掌握蜀漢軍權，開始大規模主持北伐。姜維北伐主要方向直中在臨西投河、狄道、祁山一帶，呢一地區山勢複雜，羌胡雜居，曹魏統治相對薄弱。蜀漢發揮機動作戰優勢，遠為多次聯合強弩勢力，擾亂曹魏西線，企圖切斷曹魏雍涼，與關中聯起，逐步孤立連西。呢種戰術唔係冇效果，姜維確實曾經多次擊敗曹魏西線守軍，取得局部勢力，令曹魏不得不在西線長期部署重兵防柯，無法輕易全力南下伐蜀。但姜維北伐亦面臨兩個巨大難題。第一，蜀漢國力有限，長期北伐令益州百姓負擔加重，國內反對聲音越來越多。第二，蜀漢後次人才凋零，姜維雖然善於用兵，但缺乏當年諸葛亮、關羽、張飛、馬超、黃忠呢批頂級人才協助，每次北伐都要自己承擔極大軍事壓力。與此同時，蜀漢後主劉儀寵信王浩，宦官勢力抬頭，朝政逐漸腐敗，姜維在外領兵，朝中並唔完全支持佢，甚至有人想暗中削弱佢兵權。後期姜維嘅處境其實非常孤獨，
佢一面要對外北伐曹魏，一面又對內應對朝廷猜忌，仲要時時防備黃皓呢等人嘅政治壓力。為咗避開宮闈，後來長期駐兵嗰沓眾，遠離成都政治中心，一方面繼續經營北伐前線，另一方面避免捲入朝廷內鬥。呢種做法雖然暫時保住咗自己，但亦令蜀漢中央與前線軍事核心逐漸疏離。成都方面對西線戰局反應越嚟越遲鈍，曹魏方面面對宮闈長期騷擾，亦逐步調整戰略。司馬氏專政之後，曹魏內部雖然有權力鬥爭，但對外並冇放鬆。司馬懿、司馬師、司馬昭父子都非常重視西線防務，先後安排郭淮、陳泰、鄧艾、鍾會等人才對抗蜀漢。其中鄧艾係宮闈後期最強勁嘅對手。鄧艾善於用兵，熟悉西線地形，作戰穩健，多次識破宮闈北伐企圖，攻淮難以取得更大突破。宮闈北伐前後持續多年，雖然取得過局部勝利，例如擊破雍州刺史黃荊，重創曹魏西線軍隊，但整體上並冇達到奪取臨西、打通關中嘅戰略目標。原因唔係宮闈唔夠強，而係蜀漢國力同曹魏差距太大。蜀漢可以打贏局部戰役，但難以長期消耗曹魏。與此同時，蜀漢內部並唔團結，北伐缺乏強有力嘅後政支持，長期下去，蜀漢軍事資源越打越緊，益州本土士族亦越嚟越唔願意支持戰爭。到咗蜀漢後期，曹魏司馬昭已經基本穩定內部，決定大舉伐蜀。當時雍闈已經察覺到曹魏有入侵跡象，曾經上書劉祖建議加強陽安關、陰平橋頭等戰略要地防守，防止魏軍突襲。但劉恪聽信黃皓鬆言，認為曹魏唔會進攻蜀漢，唔聽窮圍建議，亦冇及時加強防務。呢個決策失誤直接為後來蜀漢滅亡埋下伏線。景元4年，曹魏正式發動滅蜀之戰，司馬昭兵分三路，一路由鍾會率領10幾萬主力從漢中進攻劍閣，一路由鄧艾率領精兵從狄道進攻塔中，牽制江圍，路由諸葛劭率領軍隊負責截斷高圍退路。呢個部署非常毒辣，目的就係先困住高圍，然後讓鍾會主力突破漢中，直逼成都。戰役初期，高圍確實被鄧艾同諸葛缜牽制，一時間無法順利回撤。後來江圍用計擺脫諸葛劭，火速回師劍閣，憑藉劍閣天險擋住鍾會10幾萬大軍。劍閣地形險有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。鍾會雖然兵力眾多，但難以突破蜀漢防線。雙方在劍閣一帶長期對峙，魏軍糧草壓力最大，局勢一度對蜀漢有利。如果按照呢個節奏，鍾會久攻不下，糧草耗盡，好大機會被逼退兵。蜀漢仲有機會保住國土。鄧艾提出咗一個極其冒險但效果驚人嘅計劃：偷渡陰平。陰平一帶山高谷深，道路險絕，歷來被認為唔可能行大軍。蜀漢亦冇在此設立重兵防守。鄧艾率領精兵弄山開道，搭橋而過，穿越陰平險道，直接出現在蜀漢後方，攻入江油，進逼萬竹。呢一突就完全打亂蜀漢步成都。方面聽到魏軍突然出現在後方，頓時慌亂呢。諸葛亮之子諸葛瞻率領蜀漢最後一支主力北上抵擋鄧艾，但諸葛瞻缺乏實戰經驗，又冇採取正確防守策略，最終在萬竹兵敗戰死。蜀漢最後嘅防衛力量崩潰。萬竹失守之後，成都門戶大開。柳徐召集群臣商議，有人主張逃往南中，有人主張投奔東吳，亦有人主張投降曹魏。最後劉啟聽從宋州意見開城投降，蜀漢正式滅亡。呢個消息傳到劍閣前線，宮闈同將士們得知成都投降，都怒到砍擊石頭，但已經無力回天。宮闈隨後接到劉強命令，要佢投降鍾會。蜀漢北伐軍事體係就此瓦解。蜀漢滅亡之後，孤闈並冇真正放棄，佢利用鍾會同鄧艾之間嘅矛盾，游說鍾會謀反，企圖借鍾會之手殺掉鄧艾，然後再伺機殺掉鍾會，復興蜀漢。呢個計劃極度冒險，但鍾闈確實成功挑起咗鍾會野心。鍾會入成都之後，報告鄧艾謀反，將鄧艾押解回京，隨後自稱益州牧。公海反對司馬昭，但鍾會並冇完全控制軍隊。魏軍將士唔願意跟隨佢謀反，最終成都兵變，鍾會、光維先後被殺，
蜀漢復興最後嘅希望就此破滅。光維死後，蜀漢鐵底成為歷史後世對光維評價好壞參半。有人話佢久伐中原，勞民傷財，令蜀漢國力透支；有人話佢孤軍撐住蜀漢後期軍事，係諸葛亮之後最後嘅復興希望。亦有人話佔領陰平之後唔全力防守成都，最終導致滅亡。但如果從全局睇，高維唔係蜀漢滅亡嘅唯一原因，甚至唔係最主要原因。蜀漢滅亡係長期國力差距、內政腐敗、人才斷層、後主無能戰略失誤共同造成嘅結果。佢即係在呢個崩潰過程中最後一個用軍事方式抵抗曹魏嘅人。蜀漢滅亡之後，三國格局進一步改變。曹魏雖然滅蜀，但司馬氏權力已經高度集中。曹魏皇室亦只係名義上嘅統治者。司馬昭死後，司馬炎繼承魯王爵位，不久之後迫使魏元帝曹魏建立西戎，曹魏正式滅亡。西戎建立之後，東吳仲維持一段時間，但已經難以改變統一規模，最終西戎滅吳。三國時代與西戎初年統一，但呢個統一並唔係真正嘅盛世。西戎後期政治由氏族盟誓新知識與財富，社會矛盾加劇，邊疆民族問題突出，最終導致唔久後嘅大規模戰亂。三國百年分裂之後，中國雖然短暫統一，但真正嘅動亂才剛剛開始。下一集我哋講三國終局，從曹魏滅蜀、司馬氏篡魏到西魯統一，睇下一個英雄時代如何落幕，又如何迎嚟更黑暗嘅亂世。大家覺得姜維北伐到底係蜀漢最後嘅能澤，定係西戎統一嘅前奏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下你嘅睇法，記得點讚訂閱。下一集三國終局，我哋繼續講古喎。